七七看了，对，我看表情哦，you 哦，表情，你要学把 Kang 的表情，我来看。表情，哦，好吃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会看见彩虹哦，等一下看见彩虹。哦，年尾。哇，没事没事。看清楚，因為廚體也給長者老甜者也給種甜蜜哈。妈妈愣住了。彩虹师傅来。阿拉斯哟，阿摩呀，摩好呀。的，其实我不知道你唱歌这么不好听哎。你有緊張哦？是因為看到我關係嗎？哎，不要講太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。在後台的時候不會啊。你懂潛規則。那麼大力啊！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係族。中白強。今日同歡喜來到竹北。來到竹北哦，就是六千年所在的，對，好源頭啦。而且也特別其實啦，嗬，當到嘅客家人，特別到一個竹北嘅高鐵站也特別嘅。係啊。當到嘅菜梯係講海豐嘅客家人。對啊，又有熟悉的感覺了。對對對，而且誒，今日嘅評審席上，其中一個咩係菜梯人。哪一隻？哪一隻？我先來分享嘅一片，最提前分享到嘅係劉雪玲劉師傅。劉師傅你好。大家好，好。誒，分享到係青友鳳七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彭嘅，大家好。你好。你算係菜梯嘅吧？對啊。竹東松聽。竹東松聽。對啊。哦。都是他的地盤啦。對對。辛苦整個畫一圈，現在記誒。哎呦。都係那提嘅啊。哦，那邊有聲音哦。看到啲我係唔見阿鳳哥咧。阿鳳哥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也很長了，可以回來了。來分享到今日參賽者，我有到邊呢？係啊嘅媽媽老奶爺共下來比賽，分享到嘅係妹妹阿姊老寶文哥，歡迎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媽媽係後生哦。大家好。真係看唔出來嘅，仲後生。好，你下我好好來歡迎一下哈。那就咱最今日來賓哦，哦喲，終於取得合法資格了。哎呦，等一下好好紹介一下。咱最今日歡迎到係阿姊哦，老嘅外甥女哦，仲美玲老賴文傑哦。啊，這不是賴賴。又看講哦，我可愛的賴賴。蒙伊很嘅賴文傑啦，都是賴賴啦，賴賴啦。因為也係你嘅公眾人物，一次上工做的來利亞節目的比賽。可是賴賴，你真的是在地人嗎？係啊，那你要講一下有什麼好吃好玩的？因為東豪而家新月沙灣，你都有去過嗎？哦，有，我的侄子才剛去，小強才剛去呢。還有音樂海順風啊，快日頭下山，走，快啲條路線。哎，你老馬沙戲。我老愛老太戲。他就買個咧，阿姨又買個好高好料。魚鱗天梯。哦，嘅凍醬啊，比如凍醬哈。你就講個地方人全冇去過呢。難聊啊。可以。難聊。難聊我知道嘛，我最難聊啦。很難聊啊，哈，很難聊。部分泰國老妹妹節，部分泰國喺度總歸嘅代表佢動態嘅傳統。啊，係，我本身係客家人的妹人，廣東妹人，因為客家人的話全部梅縣是嗎？係妹人梅縣，然後梅縣梅州都差一座橋，就一種橋一個橋亭啦，因為大家妹人可以客家菜啦。不錯，因為因為疫情的關係，佢就做台灣。所以是我們的榮幸誒，要感謝疫情啊，突然很少都會看到你誒。跟妹妹阿姨唱歌一下竹北啊，島邊有沒有是比較資深的一些約會地點啊？你睇白竹東那島邊有飛。榕樹太樹啊！樹下就可以了。他門貼挺危險的，因為他講出來，結果她老公說，你冇去過啊，快啲咧！榕樹下啦，榕樹下就有北宮廟啊。要廉價要隻祠堂鳳轉喎。哦，你們家祠堂就會都喺竹北那個客家園區那裡嗎？哦，錯。好啦，來到竹北後，東多好搞好料啊！我來到竹北後，一定我是好食嘅東西，點樣煮嘅東西我咪當厲害哦。來你看下咯。好，呢一下就會打開嚟俾大家看一下，今日提住圖嘅料理，主題嘅食材係馬雞咯。哇！香蕉，還有吊菜色咧哦，好神奇哦！梗係咩吊菜咯？好啦，咁就分享嘅菜題中有嘅菜就嘅牛肉，分享到嘅係螺絲魚老太哥。徐哥，來，哦，大家好，也好年輕哦，非常後生呢。來，其實又很想一直問哈，就是
每次我都听人家说，哎，这个甜椒啊，其实不用等全熟才来摘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为什么？那个这个甜椒，那个如果说要太熟采的话，哈，它吃起来会卡嫩呐。哎，这样子会烂烂的。哎，就是其实我们不够一般人喜欢吃脆脆的口感，也比较容易保存啊。可是啊，讲真嘅呢，因为佢叫那甜椒，是，就是甜嘛，对从来就好食，好照顾嘛。不好照顾，风险很大哦。对啊，风险在哪里？要买保险吗？哎，你让我好好问问题呀。主要是因为哈，它那个要挂在上面，要挂蛮长的时间才会成熟。几久诶，才用诶？至少要1个月了。1到2年。对。不说有可能都给还蛮久的时间就被虫吃了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保护的措施啊。哦，像有些果子都是这样包起来嘛。我们没这么厉害啦，那个我们就是喷一些平常可以用的，像是沙拉油啊，就是保护一下，对，它就比较不会得病了。算是有从而滑倒啦。可以。对啊，所以在家里也可以自己用那个唾手可得的材料啦。不说亚豆木卡做起来种哦。啊，可以自己种吗？这个在家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圆圆一颗的种子，哎，我都很像妙花种子，没有在骗人。哦，那个不建议啦，还是去买现成的比较好。哦，照因为你这个吼怕会有混到其他颜色或种种啦，因为那个它已经有配过了。嘿啦，可以讲真有，而且要甜就会把找市鱼买就超过了。对，没有。好了啊，今天吼带来马个料理，就带来什么料理跟大家分享嘛？有，看你哈。来。哇，各种的甜椒全有哦。这个就是呛椒，还有甜椒，风色老风色全有。其实这个甜椒还有冻多重了哈。它这个口感有些微的不一样。你们大家可以品尝看看。好。你看还有厂就有中甜，懂厉害哎。哎，不会啊，现在蛮流行的啊。对啊。你有紧张吼？是因为看到我的关系吗？哎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！看在后台的时候不会。你懂潜规则。你干嘛那么大力啊？台咖就是这的吗？有。我刚刚吃的是那个呛色的，然后风色的。台咖是哪种色的？天哪，是加松露酱吗？动物色。真劲哎！有啦，一定要好好让我们的前工作人员讲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怎么好吃？冻香。还是懂系列，懂用。哦，既然迄用的把连亚给彩椒都变做法拉必爆的，首先呢，今日台茶料理一定要动精彩，马上呢出来带阵亚给市语带来按奖给菜椒金行体育馆给挑战喽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菜體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第一关就会那个菜椒的咯，我觉得菜椒最大挑战就要一本小朋友也爱吃。对，因为有一些上的感觉，有一些新年感觉出超爱。他的意思说他是谁呢啦？哦，哎，那意思啦。好，所以呢，凤翠带来的料理就懂厉害咯。凤翠带来的料理黑马鸡。菜椒送蛋。哦。菜椒送蛋，菜椒双灯，哎，感觉也是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。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不过，咱最今日带来的咪动厉害哦。今日我做嘅料理係彩色甜椒炒妞妞。炒妞妞哦，可能跟牛柳会不会有关系呢 ？MD，好。好。唐艺儿都懂咱们的，而且呢，我们这一道为了车工，让人家有点惊喜啊！双灯都带黑马盖嘞，大家有心情吗？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抢开始了。都在手内黑马夹夹就可以哈。在大陆开餐厅呢，那餐厅很大，竞争很激烈的哦。这个。跟你快传堂去家真件会做料理吗？送模方家係為天少啦，咁一場舒適的概念。啊，大部分係做客家菜。我大部分係做壽煎啊，係。都有。一條龍。啊，你係香鋪妞啊？香鋪妞。先看包裝就知道了哈。聲音，都會懂你哦，都會懂你哈。
迄個廿嘅主意，迄個媽媽搞本嘢嘛，會唔會啊，啊？有，係，真嘅，係媽媽那方面也有，係媽媽煮嘛，該係你最中意食的呀。糖醋，哇，很不像客家人傳統料理哦，他們喜歡甜哦。啊，今日因為那該香鋪牛，因為它比較容易柴，怎麼會是選這個香鋪牛那來炒啊？啊，因為來講吼，香木雖然講好猜吼，可是按照用嘅醬料去醃製緊啊吼，會更加冇按猜，會好嫩。所以等一下我先錄一下，係係嗎？稍微錄一下，係。哦。啊，那個雙燈剛剛有講是什麼嗎？本身客家人屋企全有叫雞啊，所以我哋今日是用土雞卵。土雞卵咧，土雞卵咧講分兩半，一半係卵拍，然後卵黃，卵拍咧做另外一個嘅蛋。哦，哦，的確是雙丁。對啊，你看記得哦，這個還有準備雷夢呢。其實我真的很期待。好，先不給你準備等一下就做出來咯。賴賴，你真的會做哎！第一擺看到賴賴切菜，切到一盒呢，不輸人家大陸餐廳食。做不已好了呀。生意拜託拿到嘅生意，那很利哦。係啊，生意對哦。好好，今日做嘅炒嘅牛肉哈，為什麼會炒牛肉？怎麼得炒豬牛吧？那好是牛肉，哦，個人喜好。強嘛總拍，呢個報告係啊。好來，牛肉比較嫩。哦，牛肉。哦腰嗎？喂，好。他們用的是那個雪花牛，所以雪花牛，它的油花比較均勻哈。嗯。今日阿姨係做總廚師係嗎？係，那係小幫手。哦。阿姨本身係做哪方面嘅條路咧？做生意呢？土生意保姆啊？未到補習班土生意呢？線上。係。哇！課後輔導該係啊。他們家都這種甜甜的。對，書香世家。可是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？Kiss 姐，你為什麼沒有追賴賴啊？為什麼？因為工作私情啊，這樣走唔得啦。還是你知道根本不可能？因為賴賴應該高攀不起啦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哦，還是私底下你們在一起了。哦，我們 focus 在料理。哦，料理。好，佢變到順德，變到用百年。嗯，要香味先好咧。哦，啊要皮到香味嗎？有哦，我一直聞到阿姨的香味誒。試試看了。哎，我看表情哦，有哦，表情。你要學把康的表情，我來看。表情。哦，弄猴子。我跟你說，等一下會看見彩虹哦。等一下看見彩虹。哦，你要圍。哦，你要圍。哇！沒事沒事。哦，兩肉炒好，哦，剩料起來嗎？但是我看到第六個牛肉哈，哎，又準備偏離本係嗎？誒，那為什麼沒有先給他某份啊？米酒。好呢，應該牛肉要先滷過嗎？要先入口嗎？冇哈。哎，因為我覺得牛肉的味道原味，對原味，牛肉可能會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好，我哋同街片哈。好。哦喲，哦喲。你睇地圖要幹嘛㗎？胡椒粉。胡椒粉係調椒，然後米酒。哦，還有乜㗎？等下準備加啲卵醬，卵醬係加啲卵醬，卵蛋清，日本好原汁原味。好。然後我看呢度佢就準備個豆腐哦。嚇，豆腐嗬，這個種是有洞洞的那種是嗎？用針沾下，純針同豆腐一啦。好，咁我夾夾落呢邊，呢邊時間哦，好，OK，我們嘗。準備開始做哈。好，好，然後打卵。打卵。哦，直接這樣做啲飯開落一個卵醬嚟哦。每次看人家這樣分蛋，我就好想痛氣，昨天用痛氣拍，兩片。卵幫是做得嚟啊。卵醬，他們要那個蛋白。哦。我哋先同街片咯。好。好。哎呀，炒好了呀！好了。哦，分開都炒了。對。牛先炒到半熟，對不對？其實牛肉是不是也不是全熟？對。那我們該下準備該偏離分哈，不用到那一邊嘞。哎，加最尾表。哦，這個一點點。為什麼要拉勾芡啊？勾芡會比較亮，有一些用青椒炒牛肉啊，滑嫩。對。哦。哎，要一點點水。水。哦，然後等下 can 起來，要嗎？快炒就可以。快炒。對。
你要出馊主意。没有，我考他呢。盐巴，然，你又爱上阿姨哈？没有，撒盐你就喜欢，在你伤口上撒盐。还啊，最爱的。是再来。我们啦哦，嗯，好。哦，等下黑胡椒粒，嘿，对不对胡？椒粉，胡椒黑胡椒粒，哦，对，胡椒。黑胡椒粒。好，慢慢，呢度凍好些辣的。而家先孔解片我見到較前的你話，這樣哦，會摸火哦。哦，這邊炒會最後尾好哈。好，哦，哦，嗯，鹿雞腰嘅師姐就加條腰嘛。要條腰嚟要哦。加條要加針咧，係。哦。哦呦，媽媽呢切嘅豆腐很厲害呢，三角形哦。哎呦，甲當上甲臭豆腐誒，真的，所以我剛才問是不是什麼豆腐？係啊，所以咩臭豆腐哈？哎，傳統豆腐，哦，傳統的。嘿，為什麼現在要蓋一下呢？稍微燜一下。你有先煎龍皮嘅嗎？加啲鹽，那媽媽，你現在在做的是什麼？龍皮係啊，龍皮係炒卵，卵皮，龍皮哈，對，周媽剛才做卵皮啊？稍微配顏色嘛點綴一下，因為本等一下是身那個切嗎？會再切那個卵皮嗎？會稍微切一個切丁的感覺。因為切加肉嘅蓋啊哈，跟卵黃凍切開醬，修改蓋啊！對啊，凍你們剛醬，訪問有訪問到嗎？還是我 miss 掉了？切開修改啊！有啊，我是肉上卵的呀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盤得咯！你做的那個紙巾都給弄一下火咧，咪咪啊跟住做的係我想做的煎龍皮啦，嘿嘿嘿。哦，所以豆腐你是見過哦？稍微因為本身之前就穿燙過，然後嫩。媽媽，你等下改卵皮，還是不是還會像大廚這樣咻？先不要炒它，係，會嗎？等一下，我上意的，你有轉圈圈嗎？轉圈圈嗎我？上意唔要咧，我有一隻盤嘅好，一張盤都冇問題。因為盤了，哎，改一個 cam 嚟麼？係嗎？乜係咋？一下下，我通常徐師傅的暗示就是這樣會比較好。按 cam 嚟係嗎？好好好好， 120可以嗎？唔啦個，然後唔啦帶。冇，你會強過會嚇。胖胖，好，我食食火啦用 M 拍，啊好，食火好。人家亂動就冇大山呢。 M 拍，好知啊，他們故意的，李絲瓜紋呐。哦，好，啊，都先孔蓋片了哈。好哎，保溫扣料，這個不是大火，你現在離鍋是沒有。我知道，我不要讓它熟。哇，哎，也太亮了吧！現在拌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風酒係麼？一滴的，一啲啊。酒米，哎，他擺了。米酒啦，係米酒。來，我都醒了的。有哈你覺得該應該是地的。然後勾芡在這邊哦。好，兩片應該是差不多嘞啊等。下，擺嘞擺嘞，春我該試試一挑梅啦下。。好，試試一下。試試停哈。我在讓安娜快樂嗎？好，左的。走的，開始一下。哦，哦，筷子，暗衝，平常都是賴賴幫我們服務，現在我們幫賴賴服務。謝謝好，西蒙尼。七看了。哎，我看表情哦，有哦，表情。你要學把看的表情，我來看。表情。哦，我好粉絲哎。哎，粉絲好。好，時間差不多咯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管地度內務卡米西靠後色嘞。好，到底要嘅搶這位、把這位菜椒做得變成馬該料理呢？來看一下我們的是菜椒你們這個哎，PC 很温度該鳳佛輪吧？風火輪，哎，又強呢哈。哦，灑灑熱血，灑灑熱血。點又剪到懂了咯。你是吃到豆腐嗎？沒，可以吃了。嗯，今天凍卵呢。懂了呢。賴賴，你覺得如何？它放檸檬真的是太特別了，該椒又檸檬的味道，哦然後蛋跟豆腐都軟軟的又很香。豆腐用鹽梅好食。哦，豆腐用檸檬哈。好卵皮當哇下，，吃牛肉。來啊下，玩一下，來，我叫阿姨強下做誒。好，灑灑熱血。好，
好不舒服的声音哦。这个肉又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来来肉，短妞妞。软妞妞，对啊，嗯，冬同學，飯，喺呢度計下，依家嘅拍嘅呼之後嘅書姐，然後徐師傅倒收一口氣，哎，我感覺肚紅呢，唔會辣，就很像自己做的胡椒醬。唔會辣哈。嗯，你知道妞哎，會唔會知？冇那個扭扭巴巴青紅絲，乜嘅爸爸？牌子，做到當牛牛巴巴，當好食。哎，很滑口。啊，主題咧，睇下全部講都聽叫。甜椒甜甜，當好食。我覺得因為他們又加水啦，又鹹一下啦，所以我覺得蠻軟嫩的。然後凍好食。好，等下上到今天時間，洶湧來教本師傅咧，提前先請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！耶！你看一下奶奶嘅木柱啦。好，你下看一下青玉鳳師傅。哦，地圖嘅。啊，劉師傅用咩嚟？我知道哈，今日扭扭嘅鹹，哎下鹹一啲啲咧，我就去冰了辣葱，因為扭扭嘅香味還係有啦，香米冇。嘿，香味冇出來啦，你講明係好食兩梅啦。係嗎？唔是喜歡辣辣。我知道今日凍貼片啦，哦，凍貼片係冰檸檬。嗯，这柠檬的味道真的是爽口很爽口。个豆腐煎了冻皮啦，嗯佢有入口香吧？嗯，家下講有入口香。嗯，啊，七師傅咧，好，你嘅想法係樣，兩片嘅菜椒攏炒落凍頭，你唯一會偏兩片上嘅意思，幾個大小全部都強壯，啊，兩片看到自動，你看有大有細，啊，豆腐有感覺是凍落那樣。不能接受共和國的概念嗎？你想係，你看煎個豆腐，個豆腐嘅味道會出來，你拍咗煎行行硬掉，其實唔會面體咧，所以貴地做得實咧，哦，所以我片兩片，是冇？哦，好啦，學習到誒，總共呢菜這位變化有動多種，大家做得哪一兩出菜嚟做參考？唔該，接下來呢，建議看一下齊師傅用下嘅菜這位變化出乜嘅視覺料理，問大家好咧。總鋪素滷菜，好，建議齊師傅帶來係乜嘅料理呢？遇見彩虹，食材所以聽用，看一下，看你好，紅色、橙、黃黃、、綠綠、藍、靛、紫。好用心。啊，你要判呢？你等下是，這個好用心我等下幫你看彩虹哈。但是至於紅是什麼，橘是什麼，要講一下。哎，對呀對呀。紅係乜㗎？甜椒啦，甜椒風嘅甜椒，然後翁鋪啦，係，呀，翁嘅甜椒，呀，嗆嘅椒，blue cheese，藍紋起司，藍紋起司，哦，呀乜㗎？藍藍莓莓，紫色誒，哦，這個就是剛剛哦，係，從調菜嘅嗰種。係，好，我哋開始咯哈。你知道嗎？他準備這道菜啊，從用吧一大早哦，為了體育時間開始。成樣哈，我想沒下半滴水啊，他跟你說，等一下會看見彩虹哦，等一下看見彩虹。哦，你要圍。哇，沒事沒事，要椒先表下去炒。好。這道菜凍簡單啊，緊緊。連賴賴都會嗎？哎，都得。沒意思。徐師傅好咧。好。這一下下就好嗎？哎，做得哦，唔怕。好，要。該下吼，大家味道不應該甜椒嫩嫩哦，所以加了一點水。其實加油沒做得的哈。做得咯哈。好，唔怕，整一掉。沒事的，我不是博謙。你這什麼話？好記住啊！你看，按差唔多咧。普通用很低的 set。哦，劍鋒之後咧。對對對。哦。好，成意哦，上嚟油啊。按炒炒哦哈。南瓜。那南瓜這樣子不會免添嗎？唔會啊，因為人家破過時間時候變風機又硬硬嘅。哦。你看，人家有大皮油啊。哦。有哈。好。也係玫瑰鹽。哦。少許調味是做得的啦。吃原味，吃它的原味。上嚟油啊。好，藍莓變下去。哦，要炒哦。好咯。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炒藍莓嘛，哈。有啊，做派的時候。阿你乜解？指甲油。民珠一定知道。啊，我的松露。松露油。你滴的時候咧，哈，
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做西式料理啊。哦，所以油也是可以后来再加是吗？走的好。哇，blue 要加这 cheese，么多吗？哇！制作单位讲做得假啦哈。然后大家讲，世界拄吼最秀嘅起司吼，世界上。哦，你要准备炒冻球哦哈。这个就是西式豆腐乳。哎，好了，天宫来嘞！有看到彩虹吗？有哦，有吗？哦，这个味道，有啊，喜欢的也有拱形的哈。开始完成了哈，遇见彩虹。拄到天宫啦吼，安娘就好势嘞。你俩会把么？要画一个看看。会把哈把。如果不会画的话，你就听草蜢的歌。哎，草蜢没昨天弹。的画一个叉。哦，彩虹师傅来。I love you， 啊，好的，其实我不知道你唱歌这么不好听哎。好啦，泰卡兄要拄到天宫嘛。成为一道彩虹。哎，没有人要接唱是不是？好了，现在出题目吧。我们要出题目哈。题目是用伴于去除呛叫而绕添叫而的特殊的气味呢 ？A. 去掉外皮 ，B. 让动过 ，A. 还 B 呢？谁有在去皮的？对啊。好，我们都 Tony 好哈。好，先猜拳到手部。马上来，来，好，好，妈妈，不摸阿姨，等，先站好。来，妈妈，我让你少改一下，一家之主拳王登场。好，你压力大喽。好，来，压力重大。剪刀石头布。可是赖赖今天是为了要除了菜篮子，不关系，先提出来，你这个先提诶。妈妈因为选 A 还是 B？看清楚，用的主体也给强者老甜者会加一种甜蜜哈，而且用太太皮呀，黑老给本东哥。妈妈愣真的住了。不知道，我猜是本东沟，因为朗东沟，因为那个彩豆啊，有时候是不用冷冻库下来，就我们有这种名头。但是会不会有冷冻库的味道？那就要看你冷冻库有没有干净了。哎呦，好了，因为想要选 B 嘛，你有没有给我们建议一下？哎，走，我们再彩虹在那远远都在等着你们的哈。今天选选 B 啊，那就是昨天选 A 咯。好，好，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 A。真的拳王呢？去皮。啊，做乜嘅咧？有人在去皮的嘛，哥哥。呛椒儿老添椒的梅头油啊，主要係啲解外皮，做得用火焙過的方式來去除佢的表皮，幫助去除那股特殊的氣味，所以答案係 A。哦，就像烤肉嘅須接啦，我們不是烤青椒、烤甜椒，跟外皮它會掉下來啊。哎，嘅皮。對。啊。唔怕。係咯，日出菜要好多嘅花，所以帶到日春哇！來係啊，提白咯哈。哦。我驚佢冇食到啦，係啊。來，七師傅沒動火哇！來，就是為了這個來的。弟弟妹做的唔一樣。哎，沒安用講哦。哎，怎麼剩那麼大盤？哎呦，等一下啊，有彩虹飛3過來秒就會變彩虹了。哎，什麼彩虹居然用鼻哥耶啊！喂，真勁直接飛過來哦。哦，哎，錦運動起來，我剛剛說那個西方的豆腐乳，豆腐雞是怎樣用？啱先。錦運。哇，等一下第龍山哦，對我們幾個就要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了。哦，因為我們的嘴巴會咻咻的。哦，真的。冇啱啱炒過嘅哈。嗯。啊，錦運動好選誒。原本啲 video 要出來嘅，其實賴小姐呢，還有阿姨哦，但暗豆起司，但很爽口。啊，阿姨點。你敢不喜歡我們？哪一種顏色？豆腐乳的味道，嗰啲功夫一炸過東香。
对，真的对就炸狗哈炸狗，不是那种软软绵绵的米头，它其实很有嚼，很 Q。不是赖赖绵绵的感觉。美发现我自入了。哇，今天动好是，你两三号排泄啦，是昨天团到，不用排泄，不用排泄，真的不用排泄。啊，地盘，等一下我们就带专业，大专业。改下比赛哦，还有技巧下去哦。唔錯，前輩呢亦畢業，接下來嘅最杯米館挑戰都帶奶組，都得拿到3000的女假推薦呢，馬上嚟進行比賽咯。料理逢綠燈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定完成種葡式實天會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好，最杯米館就是料理逢強燈，雖然呢，它擺酒本製作單位有點惡整，但是我有點懷念了。对，有點趣味，趣味，對對對。对啊，好几次都是连续那个加比赛嘛。對，但是我說真的，我們也開發了很多新的菜色。真的啊，今伟要跌破大家什么眼镜嘞？ tomato 炒肉片。哦，換 tomato 就好，拜託。所以等一下不然是 tomato 吗？還有可是牛片的话，我觉得以他們的狠度，很有可能把牛片變成是什麼素雞之類。對，我剛剛想說，片不可能那麼人。或是花生。哎呦，好難吃的感覺。對。好啦，我先看一下，就是你們抽到什麼 ？Moco 呢，就說不定抽到牛片沒做得的，對不對？好，馬上先來抽。好，文哥。跟阿姨。好，阿姨來哦。剪刀石頭布。Yes，謝謝，來前線。本身我是紅隊，所以我就選。好，好，我你開哦，哈。 1、2、3。tomato 臭豆腐係冇？臭豆腐。tomato 撈臭豆腐做啲用強下哦。跟藍文起司誰比較臭？不相上下哈。很臭，還好。但是應該想講哦，這個應該難不倒我們保溫夠啦。吸一口氣。這不就是我的味道嗎？那必須。好啦，你好，看下哈，我們阿基哈，我們的神之手有沒有動 Henry 做的手豆跟肉片哦？好來，我哋手該。反跳。好，1，哇！你看嘛，這個是素的吧？素腰花。哎，其實我忘記講名。素腰花。素腰花。啥嘢呀？嘅吼。先不論素野味。那其他凍好些的呀，因為 QQ 哎。你有冇給做一啲啊？這是什麼？豆腐。蒟蒻。哦。鋼皮。哎，等下，這個可能不是肉片。你對你控嘅，冇計哈。1、2、3。哦，整件。你係用得啦。不然我切你切一塊肉下。哎呀，還好啦，不用考驗刀工了，這個都很簡單的。哎，也是，可是俺們剛是出豆腐。啊，不愛是說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比賽嘍。最杯米亞館呢，又係小朋友創意咧，因為呢，你出嘅題目揾到 tomato 醬嘅肉片，唔過呢，肉片多奶味。你有冇卡到係實在 tomato 醬嘅粗豆腐，然後 tomato 醬嘅一個素腰花，野味，好炒野味，都帶呢組做嘅勝出咧，大家有上好生用做冇？有啦，剛才就講過啦。有嗎？茄子是重點哦。保持嘿，茄子 tomato 嘅梅西是好啊。炒。哦，你們的原則就是不要讓張伯謙碰到。哦，你們的原則跟臭豆腐不要太臭嘞。好，會嗆學姐。學姐排泄哦，學姐一定是香的。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哦。有信心嗎？有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哦。剛才景健，我真的很擔心，臭豆腐如果太臭，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？因為我喜歡吃臭，因為我想，因為像剛才民主好寫該臭豆腐，但是 tomato 的味道到底會不會搶過去，或者說相輔相成？我覺得是可以相輔相成。對。幾條水滾呢？哦，好。水滾。我想去皮。哦。過兩當中的一嗨聽聽哦。呢啲會化麼？要畫一個看看。會化下唔化。如果不會畫的話，你就聽草蜢的歌。哎，草蜢沒做啲糖。的畫一個叉。不會贏呀，不贏。
那像这种没有画叉的话，它等一下会开发吗？做啲打歌啦，等下就得了哈。好。Oh no！ 重庆的吗？嗯，轻轻就好了。的餐厅的部分是有强很好的一走厨师，对有很好的厨师。那这样子要变过来吗？我姜鸡甲汁就出来啦。啊对，重重庆的。冇。我姜按用甜啦，係啦。好，唔怕。哎呦，牵條來，都做得啦。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嘿，好，你下繼續做。繼續做吼。做嘛個先切葱兒啊？我等下白用來用還是挑醬來用？點綴一下。哦，葱法咯。所以你嘅臭豆腐係用燙過嘅係冇？臭豆腐唔可以燙，唔可以燙其實炒。然後讓它就剛剛聽講嘅，看見臭豆腐撈同埋都係裏頭，做得當好係融洽嘛。最主要是等下調料裏頭。像你煮緊麻婆豆腐。有點係冇？有點雷同。對，因為我吃個係凍好食個臭豆腐哦，所以我想說吃臭豆腐我自己這樣，每次看到那種臭豆腐的毛細孔就打開了，哦，這樣就代表是很好，我自己對它會入味啊喲。但是我沒有在意你在意的。我建議下咯，開始看咯，剛才看到他是不是？嗰邊看咯，裝熟的步驟。剛才就討論過啦，因為又是你姐的手指。冇，我想講吼，貴家安用是咪河款？不過基隆沙想講，他們都是櫻桃小嘴。冇啦，因為他們要切的那個 tomato 啊，很挑誒，想說為了配合形狀，可能好糊，是這樣子嗎？對，我們要統一。我來先好，等下會做嘛個？你現在20K 是不是？開火。對。阿姨問一下哈，因為切果之後個樹腰花基本好細的。對。那這樣子的話，等一下我們是直接拿來炒嗎？還是要燙過還是什麼的？不用，因為它本身是熟的蒟蒻。哦。熟的。其他拿來炒。好，炒來炒。對。我先炒乜嘅？三條線來哈。因為這個倆頭料理哈，放到茄汁嘛哈，不用甜哈，那個雪菜圈冇恐龍，但是主題是一樣的。茄汁，我們的茄汁是怎麼炒的？茄汁，待會兒那個要加一點點水。加乜嘅？番茄醬，加一點點水。水在那，水在那。你不會調水嗎？調水哦。好，那200哦。你下手邊水咧啊？你下手邊。哎，昨天先炒一下，長得香。哦有啊，哦哈，因為醬炒過之後，它的層次，哦呦，對，用吧，哦呦係用吧，就是很厲害的意思。哦呦，我哋狂改片哦，改片唔得，下厲害哦。啊，你不是阿友？哎呦，你下做乜㗎？你下白香，白咩香？洋蔥，有點蒜末。哦，他們切洋蔥丁，對，似曾相識的步驟。有嗎？你有廚師幫我啦，係啊。哎，對，我唔記得啦。哦，接力賽搞太久，我都忘記了。這樣要不要給他處理？好啊，係啊。你翻錯面了。係啊。可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，等一下，我猜他們等一下。用飯。好，我覺得可以了。可以了 ，OK， 好，那廚師幫我。你要找誰？因為先來啥？我們今天我們的彩虹。哦，天cung，好，來天cung，彩虹師傅來。阿樂水友，阿妹友，好的，現在還沒，我們還沒開播。其實我不知道你唱歌這麼不好聽哎。好的，是可以。太忙了。哦，我嚟記是可以。哦，豆悠悠哦。對。哎，那為什麼不能留皮呀？沒有去皮的話，皮會硬硬的。哦。啊，因為我們今天是茄汁嘛。對。過了多少時間？應該3年過咯。應該當你調醬汁時候哈。哦。啊，你等下應該臭豆腐切，應該切10字時做得嘞哈。OK。好湯我先炒過。對啊，我今下是老記叫做建議講，醬啊，撈湯架是炒過，焦化反應。哎，生英做天后排蛇，你仲係跳路的。等一下，師傅今下就講過，你生英做。係生英做，好，生英做，應該要湯一湯啊。哇，呢度有湯，哦。嗶嗶。我在做復健啊。哦，來聲音哦，哎呦，哦。
哎，现糖果系本机的毛细孔打开了，系吗？嘿，弄错哦，冇时间哦。哦，时间差不多了哦。将哦。啊，船条咩就假嘞？好，我倒数喽。4、不要逼我们。 3、2、1，虚电斗。还没，10个味道。但是试了不能讲，用眼神，好不好？ No。眼神。他的眼神最厉害了，他会的，这样。眨眼。对。跟大同嘞。帮我。好，因为先来他不敢帮。你要交给谁？身为好彩虹。他的眼神最厉害了，他会的，这样。眨眼。对。 完美，就像彩虹一样，彩虹一样完美。哦，好，来，继续做。他已经这么成功，你不会失败吧？哎，像这么浮夸的厨师可以被你请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请不起？没有，这大师级的，没有，因为太远了啦。哦，家有妻小，太远了。他的意思说要直接出3张机票的意思。好，这不跟你吵架哈，要款揽出来哦。好 ，OK。他这样你不会失败了吧？没关系，等一下。哇，芒嘎囧哈，囧芒嘎。 好，厨师帮我。好，因为先来。他不敢帮，我先。你要先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，不是，如果你要尬的话，你不要直接尬，你让他吵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要交给他，因为他已经到这一步骤了。所以你要交给谁？身为他等很久，师傅，要有架通，要架通嚟。你繼續讓你重提。係。好。開始。你等下火尾西街有啊。那個話不可能為可能。哎，加下通就加了嗎？給我加落來咧。好。加落來咧。我們本身已經有加一點糖了。對。繼續從兩頭嘅茄子啊，跟蔣走的線炒過，然後跟通走的線炒過，好用。我們現在還缺什麼？什麼都不缺。缺什麼？什麼都不缺。對。哎，太完美了。什麼都不缺了。老師說也重盤呢，服務到家。快。虛劍斗。感覺不錯。金龍師傅。等下出下那個虛劍好，盡力時候咧哦。好。看一下我們那邊好不好，阿媽？好。哇，哎，一盒呢。不會用太忙。哎呦。啊，對，茄汁不能變茄乾。一盒熊慢。還蠻不用處罰呀，得我。好，對落去。最後起鍋前是不是？這是用這個嗎？這個是放上面的。它是上面的。倒數嘞哈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虛劍斗。馬上就來吃吃看，那要最杯米館，那部卡張係你嘅太重譜咧。好，這杯米館呢就係主要係用tomato醬嚟做飯皮，先來吃吃看啦。我嘅tomato醬豆腐。好。 這是熱血嘍！好，來吃吃看那嘍。那感覺很相輔相成哦。還算搭是嗎？還不錯哦。因為個豆豆腐有發酵過，所以基本上哦還有帶一點酸味。回到tomato醬其實還蠻凍下嘅。好，會唔會阿姨吃到樣板，基本上都冇講到乜嘅花？酸酸甜甜的，好，有那個香臭的味道。香臭的味道。香。啊，大家就慢啲嗎？好血。啊，那個賴賴要講的比阿姨話多。很順口，係嗰豆腐跟倆香香嘅豆子。哎，炒到凍甜哦。係啊，因為他們都把那個蔥頭啊、蒜頭倒到油油啊用。好，我們是賴賴倆煮的吼。哎呦，你們今天都走短悠悠路線哦。 Q 彈。好，再搞吃吃看到嘍。用你妹。咩好食誒？因為佢係豬肉啊，所以佢係毛細孔凍單打開啦。咁我喺度按當個時間做啲半斤熱梅先咁簡單。我切下蛇皮啊！
对，难怪他们坚持说要切细细地安用。好脆。假水还太太地哦，有可能就里面啪啪的。有可能哦。部分泰国人车用版。不错。阿姨的，好吃。那就做改tomato 酱。好吃。他们两个很保留，当然要保留给自己啊。那就做个酱没毅力会哦。好，竞争的时间又到了，马上就来看分数。先请刘师傅抢分数。就会放水。量下看一下，请用风7师傅。好吧。你对啊，来安哟。所以我唔敢控制啊。好啦，我等下人讲出。刘师傅讲看。tomato 哈，它有去皮，去皮它有切油油的，冻容易上味道。啊，另外搭嘢冇去皮又切落下排骨，米是冇按冲，两边的tomato米是下冲，佢未做到，奶未做到冻好。啊，唔过我本也偏养的眼睛就系，佢有去皮。那就该7师傅，因为我刚好有帮他们抖油油啊，所以好叫你梅啦哈。7师傅，你的想法？我为本年片的想法是，佮tomato捞佮番茄酱又炒过，捞汤又炒过，像我做佮糖醋的时阵，佮汤捞tomato酱一定会炒过，既然我融入到佮的酱汁里面。啊，两片是正炒到佮番茄酱，总得浇水啊，给它炒到炒过才会跳不出来，而且它还会有点焦化反应，还会这种焦化地呢，跟你学真的好，所以我本年片好。好的，比赛就会按钮了哈。虽然刚才列肉吐司了，都节目会现场，可是呢，我还是要讲一下，我自己私心是觉得，我喜欢那个，因为你不吃臭豆腐，我支持赖赖，支持赖赖，我心在赖赖那边。哇，啊，等一下在一起哈。我们的成绩出来咯，今日馮翠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馮翠有3000的元的夾吹機。恭喜恭喜！媽媽嚇傻了，真的嗎？好啦，其实我来做在了解龙沙师傅哈他们的想法啦。因为想讲哦，体育百是不捏那都奖金嘛，就看不到你第2次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想看你跟爸爸来啊。对，你要投奖金哦，送本你啦，哇！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同歡喜和部分睇過，其實咩正嘅東南就再聊到台灣暗藏嘅時間吧，對不對？好，要乜嘅閃地留睇家嚟分享一下。今日咧講咧，當中平參加了呢個節目，認識很多好朋友，睇出事，因為本身呢我係快餐湯冇做，可是我對炒菜呢方面是比較好欠缺的啦，因為本身你會經營？對經營方面，然後對食來講也還 OK， 對吧？希望如果說現場的觀眾朋友包括大師們。彩虹師傅有新绰號了。有機會的話，也跟水靈師傅一起到梅州走一走。他叫雪中紅，雪中紅對。尤其，會唔會阿姨留睇下分享一下你禮拜參加嘅心得？我非常嘅歡喜，很多嘅好朋友，本來就學習，7歲啦，你嚟做人嘅東西。真嘅，包容都懂。所以非常嘅歡喜。真嘅。尤其。恭喜恭喜！好，先問下阿姨好咧啦。今年咯賴賴強下咯參加了比賽哈，應該是被賴賴拉來的哈。老大家講一下，今年有咩感想嗎？來到睇參加見面哈，我知道雙飛來過哈，禮拜來起來，每個人都變年輕了。變年輕了，真的，一定要的，可能因為什麼變後生啊？變年輕了，師傅都變年輕了。哦，今年有好多東西嗎？有，都是新菜色。对啦，真的有新菜色。做翻了沒？有好多新的東西啊，例如說醬的現炒果怎麼用啊？還有，是在學習啦，今年又學到啦。啊，最後我們的壓軸，劉本義咧。好，希望大家今天能盡力看到動到好朋友愛感覺動歡喜，然後大家都對我非常好。得到獎品咪動歡喜，行大有機會帶爸爸媽媽來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正言當天哦，即係有請到太子家橋下來到節目來比賽，互相比較之下呢，將做得了解到安樣嘅來學習。係啊，尤其謝玲姐今年做啲督導嘅好朋友哦，還有我哋做啲督導，我哋嘅全部嘅好朋友來樣，所以假設還有台灣全台灣好朋友，加嚟報名參加吧。唔錯，等等而跳下
来，陪你看下来学习无？一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